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頻道。等咗咁耐，終於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呢個 DIY 改造大工程啦。好多朋友問我點解要自己一手一腳整，原因好簡單，就係想喺有限嘅預算入面整出最理想、最實用嘅屋企。大家睇下呢個兩房一廳，係咪好難想像？佢係我親手整出嚟㗎。最重要係咩？係慳錢。我成間屋由零開始，所有買材料嘅錢加埋工具，只係用咗6萬港幣。如果計埋全屋家電、冷氣、爐具，甚至連梳化同床褥，總共先至用咗11萬港幣咋。呢個價位喺出面可能連裝修個廁所都唔夠，但我竟然變咗2間房出嚟。今日我就帶大家深入拆解呢個空間變法，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。我哋即刻由入戶門口開始。我哋先從玄關講起。喺入戶門右側呢度，我配置咗一個80公分闊、58公分深嘅 C 字形玄關櫃，舉身嘅框架我選用了18毫米厚嘅生態板。點解用生態板？因為佢唔單止硬度夠，唔易變形，仲免咗擦漆嘅煩惱，非常啱 DIY 玩家。但係為咗唔想成個櫃睇落去太過平庸，我喺台面同側面特別加咗15毫米厚嘅岩板做裝飾。大家知唔知出面訂做呢種岩板飾面嘅鉅，人工費係極之貴㗎？我自己動手切割、磨邊再安裝，雖然過程好辛苦，但呢種高級嘅質感同層次感係普通木櫃比唔到嘅。一入屋就感覺好體面。轉過嚟就係重點之一，電視背景牆啦。大家想象下，喺動工之前呢度廳同房之間係完全冇牆㗎，只係一片灰蒙蒙、光脫脫嘅毛坯地面。所以我第一步就係要諗點樣將空間區分。我決定喺廳同睡房中間加一幅隔牆同埋門，組成呢個電視牆。設計方面，我用咗最流行嘅懸浮牆設計。我用石膏板做底，表面擦咗白色乳膠漆，側邊配搭胡桃木色嘅格柵板，仲隱藏咗一扇通往主人房嘅門。呢種懸浮牆視覺上非常輕盈，唔會好似普通實牆咁死板，令到個廳睇落去闊落好多。喺窗邊呢個位，我特別整咗張1.2米嘅岩板台。呢張台非常有彈性，平時我會喺度做嘢當書台用，食飯嗰陣佢就係餐台，真正做到一物兩用。而沙發背景牆，我就用咗3毫米厚嘅碳晶板，耐磨得嚟又易打理，襯埋張2.5米長嘅黑色大梳化，成個客廳嘅空間變得好開闊，好有時代感。之後嚟到水壩位，呢度係我每日最中意、最放鬆嘅地方。水壩下面有2組地櫃組成，台面同背牆全部都係用晒岩板。點解主廁以外都用岩板？因為佢完全唔驚水，污糟咗用布一抹就乾淨晒。最巧妙嘅設計係水壩上面嘅閣樓窗位，我將佢整成一個吧台式嘅貨架，望落去好似出面啲文青咖啡吧咁。下晝喺度親手一杯啱自己口味嘅咖啡，呢種生活享受真係唔使花大錢買㗎。水壩同埋你閣樓嘅結合，幫我個廳憑空多咗個功能，空間利用率直逼200%啊！推開電視牆嗰度隱形門，就入到主人房啦。呢度嘅局我落咗好多心機。右手邊靠近窗位係一個1.2米寬嘅升高版榻米床，而左手邊靠近牆嘅位就係一個1米寬嘅高架床。中間位我整咗6級樓梯，由樓梯行上去，兩邊都可以落床，動線非常之順。高架床下面嘅空間，呢度有2道門，第一道門入面係大衣櫃，專門用嚟掛大褸或者長衫。第2道門就分成上下2格，下面同樣係掛衫區，上面就用嚟擺放內衣或者小件物件。最裏面靠岩板樓梯底嘅空位，我都變咗做一張小書台。收納驚喜仲未完啊！樓梯下面收埋咗一個可移動樓梯，拉出嚟之後，入面係榻米最深處嘅地櫃，空間大到可以放低2個大行李箱同2個手提箱。另外仲有2個同樣大細嘅位，我整咗抽拉式衣架。自己 DIY 嘅好處就係可以將每一寸空間都挖榨出嚟，絕對唔會浪費。從主臥室行返出嚟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度仲放咗一個我親手整嘅全岩板茶几。呢個茶几嘅尺寸係88毫米長，
400毫米闊，係我根據呢個過渡位嘅空間量身定做㗎。成個茶几由面板到側板，全部都係用剩餘嘅岩板材料製作而成，絕對係物盡其用。由呢度順住4部岩板樓梯上去，就正式進入我哋嘅迷你閣樓啦。呢個閣樓嘅設計可以話係成間屋最精髓、最花心思嘅地方。大家睇下，呢個閣樓並唔係一個簡單嘅高架房間，佢係由玄關舉、水吧台同岩板樓梯共同組成嘅一個大型多功能結構。右手邊見到嘅就係玄關櫃嘅背板，我將佢延伸到頂變成咗書櫃。而最神奇嘅係，我哋頭先見到嘅吧台下面嗰個1米1高嘅大衣櫃，其實佢同時就係閣樓呢張1米2床嘅結構床架。呢種設計嘅巧思喺邊？就係佢哋既有各自嘅獨立功能，同時又係一個支撐整體嘅結構件。玄關舉負責入屋收納，水壩負責生活情調，而佢哋嘅頂部就合力撐起咗呢個睡眠區。咁樣做唔單止慳返晒所有多餘嘅支撐柱位，仲令到每一寸空間都疊加咗2次甚至3次用途。閣樓上面配咗一張1米2嘅床同25厘米厚嘅床褥，床同佢之間仲整咗張書台。喺呢度俯瞰落去，成個廳個視野極之開闊，完全冇普通閣樓嗰種壓迫感。呢種一體化嘅 DIY 設計，先係真正將空間利用率發揮到極致啊！最後我哋睇埋衛生間。呢度雖然空間有限，但細節絕對係誠意十足。首先最吸睛嘅，一定係呢個由我親手製作嘅全岩板主角洗手台，專門針對主角位量身打造，將每一寸嘅空間都用到盡。而洗手台上面，我配置咗一個主角梳妝櫃，櫃門全部用鏡面設計，唔單止方便平時梳洗化妝，鏡面嘅反射效果仲令到成個廁所嘅空間感瞬間翻倍。天花四周我安裝咗隱藏式燈帶，營造出一種柔和嘅懸浮感。而喺梳妝鏡前面，我仲加裝咗定向射燈，確保照鏡嗰陣光線充足。入面我仲配置咗一個950乘1100毫米嘅淋浴房，做到完美嘅乾濕分離。由生間出嚟，我哋就進入廚房部分。呢個 L 型岩板灶台先係重點，我全個灶台都係用岩板整，因為佢唔經刮，唔驚高溫，唔滲色，就算喺上面斬骨或者放熱煲都完全冇問題。雖然地方細，但乾衣機、洗衣機、蒸烤箱樣樣齊。所有櫃門同抽屜我都用咗玻璃面設計，視覺上會反射燈光，令到廚房睇落去大咗好多倍。好啦，今日呢個11萬港幣嘅全屋 DIY 改造就分享到呢度。只要肯諗計，肯動手，細屋都可以變靚宅。如果你中意我呢次分享，請別忘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仲要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